大家好，我係今日照教位種做測試。今日咧冬天咧出唔知做蘿蔔燉羊肉嘅，為咗係今日咧冬天咧招牌菜啦，鮮草蘑菇土羊肉。最簡單咧，用嘅食材係鮮草蘑、羊腩或者就當就可以嘅。現在來製作嘅過程咧，先把鮮草蘑放入9分鐘，然後放入足味嘅嗱鍋裏頭啦。啲羊肉誒主要要擺熟透嘅水嚟煎一下嘅，而家羊肉煮嘅嘅水，它關容易出乾。好，先把羊肉炒好嘅水啊，就放啲油嘅。當誒用慢火去炒熟了，乾身嚟食，然後放咗羊肉，然後再用慢火慢慢把羊肉炒成表面金黃色，炒熟了，加咗啲五味嘅羊椒，加咗清水，加調味，咁樣quite簡單咧，啲米醬、雞粉、鹽、蠔油、胡椒粉就可以嘅。調好面嘅羊肉，撈嚟鮮草蘑一下一壓，羊肉係太細，再落啲時間，一條羊係高撈啲嘅，多3分鐘。然後就合好嘅羊肉嚇，係點來做就乾沙煲嘅製作過程。先把鮮草蘑用電大下嘅，然後把羊肉用慢火去熟到汁咯，放入沙煲中，然後用慢火去煮。後來燜好羊肉，放入沙煲中，用上架嘅草蘑嘅味頭咯。可以打開啊！鮮草蘑味道啊，十分香哦，十分濃郁哦。呢種係鹹嘅味頭，鮮草蘑嘅鹹味，加咗羊肉嘅香味，一啲都唔會臊嘅。呢道菜係適合冬天來食嘅，適合烤羊肉嘅熱性嘅辣辣咁樣，當然來點一品嚐。